来继续来看高雄的大寮发生一件车祸，有一台轿车可能是车链崩链失去着控制，弄到路边一对母仔囝了后，佮弄到路口的一个骑士，3个人拢受伤。但是弄到人的这个驾驶落车了后，竟然是徛伫个边仔飞手机啊，一句关心甲道歉拢无。所以受伤的3个人决定用杀人未遂甲告。但是讲这个承办的员警煞甲因讲，加载啦也无带院啊，上尾也是用过失伤害来办理，因认为警方无同理心，也毋过警方来澄清讲，绝对无这款代志。一对母仔囝行伫路边，雄一台轿车对后壁冲过来，弄到2个人，佮弄到头前路口的骑士，而且弄甲真大力，车窗的玻璃嘛破一个孔，救护人员赶紧检查3个人的伤势。好，我们先帮你看一下哈。轰弄到的妈妈惊到袂知，毋过伊的查某囝伤势搁较严重，倒伫涂骹，身躯顶真侪所在刺伤，骹前头仔嘛骨折。肇事驾驶落车了后，无甲因回失礼，嘛无甲因关心，一直到后来受害者家己卡互伊。那时候下车完全都没有下来关心我们这3个人都没有，然后就拿着手机在那边打，然后又一边滑手机一边在那边笑。那天真的，就是对不起，就是这样啊。这场车祸发生伫22号大寮区，当事人不满驾驶处理的态度真凊彩，要告伊杀人未遂，毋过员警安尼讲。你们3个又没有住院，还好啊。然后因为我们提告是杀人未遂，莫名其妙被改成过失伤害。员警用不屑口吻回应被害人说：“你们又没怎么样。”的说法绝无此事。经调查，车辆的失控，敢若是因为车链崩链。不过，轰弄的骑士感觉车主的状态有淡薄怪怪。我当时以为是酒驾，出来敢若在那戆神的。驾驶无啉酒赛车，煞弄到人，敢真正是因为崩链才造成这场车祸，或者是有其他原因，要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